台语的本调甲变调，作者台语文志工队。一书面朗写本调。二讲话自然变调。三轻声前一字念本调。四尾字念本调。五变调原则。第一，H 入声。四变字。八变三。第二 ，PTK 入声。四变八。八变四。第三，一般非入声。五变七。七变三。三变二。二变一。一变七。或者五变三。三变二。二变一。一变七。七变三。看图面的循环图。举例一，书面朗标本调。一，国家。二，都市。三，国际。四，乡亲。五，舞踊。二，讲话口语自然变调。一，国家。二，都市。三，乡亲。四，舞踊。五，阿里不达。六，美术馆。七，动物园。八，定公佛庙。九，蒙阮培育。十，发源地。11，换顶灶。12，鸭母喙。鸭母喙。13，落落。14，了落去。15，无去。丢了。16，无去。没去。17，后日。后天。18，后日。日后。19，拍无去。20，翘去。21，翘久。22，稳固桥。拱桥。23，歹得出好笋。好得出巨卵。
作者台语文志工队。